为提升本乡正当休闲风气，并传承及发扬原住民传统射箭文化技艺，秀林乡公所于112年6月10号在同门运动场举办112年秀林乡太鲁阁族传统射箭技艺暨第9届乡长槌球杯竞赛。秀林乡公所秘书潘美莲、代表会主席骆彦玲、本乡各区代表、各村村长、部落主席及部落组长皆一同到场关心比赛。从玫瑰乡长上任，当时他是在文化课当课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多年来致力的把本乡的文化推广以及保存以及教育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已经日渐成效也培植了不少的我们乡内的射箭以及槌球好手。在全国性的比赛中，大家都应该有看到我们的 FB 了乡公所的 FB。在国内的全国性的比赛，秀林乡的队伍都是屡屡为乡争光。所以我们已经在研议，在公所的经费可以允许的状况下，我们可以慢慢的设置各区有一些合格的一个射箭场。那槌球场的部分可能比较大，可能在各个一些现有的场地就可以去执行了，所以大家不要紧张，给我们一点时间。此次射箭竞赛项目共分为团体组、射男射女个人组、国中男女个人组、国小男女个人组及趣味组，共计264人参赛。槌球竞赛的部分，本次赛事特别开放外乡好手参与竞赛，透过交流，进而增进本乡的槌球实力。而槌球赛事的部分，则以5人制，共计247人参与。今年度2项竞赛参与人数高达511人，期待透过竞赛相互切磋的方式，能够提升本乡的运动风气，让秀林乡成为全国最具运动竞争力的原民乡镇。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秀林乡的 Line Edge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 赶紧加入我们，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还在等什么？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